咱来三个祈祷。亲爱的兄弟，阮这个时阵要三甲对大鼻王所做的诗篇来想教会合一的问题。阮恳求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，通过罗卜的嘴开拓真理，互阮伫你的面前领受你的恩典。愿阮所无论听无论讲的人，拢会当得到你的福分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对顶礼拜起吼，恁会记得我转去台湾以前吼，我拢讲诗篇吼。我即摆要搁倒转来讲诗篇，因为我捌甲恁讲吼，想讲后礼拜要讲啥吼，真艰苦想，所以我吼对诗篇摕来讲上简单。我今仔日要讲的即个诗篇133篇吼，只有3节啦定。我伫今仔日咱诗篇普通课英文拢做伙读，一个课一个用，就3节尔，咱做伙读。可能拄啊叫大家做伙读，大家拢恁大家安尼适应袂过来吼。我甲你讲，咱搁读一遍好无？好好搁读一遍，因为我今仔日的讲道要讲这篇。咱做伙读吼，我甲恁讲，我是安怎经这篇吼，我经这篇我的动机真无好，我就想就短短啊三节尔，都好讲好讲。我开始准备了，才知影吼，一礼拜讲袂了。我少年的时常常听一寡牧师在讲吼，圣经内底吼足侪物件通讲啊，我拢想我拢敢有影，会有影呢？真正有影。3节我会当讲礼拜。阮某嘛问讲，你是要安怎讲？我讲你就听就好啦。OK， 咱来做伙搁读诗篇133篇，搁读一遍吼。咱读吼，兄弟姊妹做伙徛起，偌尼好，偌尼欢喜。这通比平过去的油，天伫头壳顶，流到喙手，阿伦的喙手。搁流到伊的暗领，这嘛通比平黑文山的露水，落到锡安的山岭，伫遐上主有应允，要祝福永远的活命。多谢。这篇诗篇吼，甲诗篇内底拢总有15篇，对诗篇121篇到诗篇134篇，或者上行的诗啦。你若去看这诗篇哦，顶头拢有写伫上行的诗。因为耶路撒冷是伫山顶，所以因要去敬拜上帝吼，拢爱爬行起来吼。因这诗是因伫爬行要去敬拜上帝，是伫吟的诗啦。我定定，恁捌去爬山吼？爬山爬行真喘呢吼，这个人吼爬行要去你拜上帝吼，一面行搁一面唱歌吼，迄若无中气较勇的，敢有法度？迄因一面唱歌迄15篇诗篇上行的诗，无一定拢是大笔做的，大笔做这首诗是大笔做的，这首诗是大笔做的。迄个讲哦，迄个。兄弟姊妹好好做伙徛起吼，好好做伙徛起吼。英语的圣经叫做吼 ，live in unity，live in unity， 合一做伙大 ，unity 是合一啦。英语叫做用这字 unity 吼，我有做一个 PowerPoint 出来吼，是的。我拄仔袂记讲，这上行的诗内底吼，咱可能恁拢可能普通人毋知影讲这是上行的诗，所以这上行的诗真侪圣经节，咱拢真熟的，咱拢真我有经几啊节吼，请你看一下吼。诗篇121篇第1节我要举目来望选我的帮咱对倒下来，咱这节咱拢真熟嘛吼。过来诗篇122篇的第1节，人对我讲：
咱来去耶和华的厝，我就欢喜。咱定定这应该咱研究拢会念吼。啊，过来诗篇126篇的第1节，流目屎也精子的，要出欢喜的声受歌。这咱拢捌念过，敢毋是吼？啊，127篇，我想，若有人是要入厝的时，拢会用这则圣经。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，建造的人就空空着磨；城若毋是上主固守，守望的人就白白惊吓。这拢是真实的圣经节。毋过我相信普通人毋知影这是上行的诗啦。但诗篇133篇哦，是大笔写的。大笔什么时阵写这个诗？这是真趣味的代志啦。在准备讲道的时候，我看吼，就去想，咱敢若安尼读，咱毋知影。总是吼John Calvin， 咱长老教会创始者John Calvin， 伊的注解有写讲哦，这首诗吼，大笔写的时间吼，差不多是伫撒母耳下传第5章到第6章的中间。迄个时阵写，我淡薄仔对大笔的生涯来说明是安怎John Calvin的安尼讲哦。咱知影大笔这个人，伊的一生实在是多彩多姿啦。啊，伊嘛是用电甲要死吼，啊走红了吼，伊一生实在是真迄。我真简单对圣经开始提起大笔开始吼，圣经开始提到大笔是对伫迄个撒母耳上传第16章。因为扫罗已经走抓去啊吼，因为扫罗已经走抓去啊。撒母耳要找一个新的王，上帝神带伊去大笔的厝，咱知影迄个故事嘛吼。啊，伫遐大笔有七八个阿兄拢徛伫遐，上帝的神讲这毋是。后来撒母耳问因老爸讲：啊，你敢知的呢？伊讲有来，还佫一个伫野外咧顾羊。因老爸根本就无甲想伫内，无甲算伫内底。伊叫来，求入来了，上帝的神讲，就是这个。你知影这个故事吗？迄对遐开始哦，撒母耳上传第17章甲第18章是大笔杀死歌利亚。咱对主日都咧听这个故事，杀死歌利亚，杀死歌利亚了，大笔这少年囡仔，一日的中间变足出名。哦，一日中间变足出名。啊，因要转去耶路撒冷的时，圣经讲耶路撒冷一寡查某人出来唱歌，啊，因唱讲扫罗就是扫罗王，杀死千千，大笔杀死万万。这扫罗王听一个吼，心肝足酸的起怨妒，想讲这颗少年的吼，这对伊来讲是一个威胁。对迄点开始，伊就是想办法要杀大笔。大笔差不多做一个逃犯，王要杀你，你真正是真歹走。伊经过足济险，恁若有趣味去读迄个撒母耳上传哦，迄敢若咧读囡仔故事足趣味的。一直到撒母耳上传31章，扫罗王甲伊的囝约拿单战死。对撒母耳下传第1章开始写大笔的代志。你若第1章写大笔追溯扫罗王甲伊的好朋友约拿单的代志，第2章开始记大笔迄个时阵，伊已经互撒母耳抹药啊，伊要接受王位，总是伊无法度通做以色列国全国的王。迄个时阵，扫罗留落来的势力、征调的势力还佫伫个。伊吼，敢若嘛无法度去耶路撒冷做王，伫犹太国的南边一个所在，叫做希伯伦，伊伫遐做王，啊，因为还佫有
扫罗的古色列的代志，伊也迄规个花高高啦，恁迄读圣经会抬来抬去啦。啊，后来到第5章撒母耳下卷第5章7年半以后，伊伫希伯伦做王7年半以后，伊 finally 统一规个以色列。毋过伊还未去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迄阵啊，还阁互外邦人霸掉咧。大必想办法去征服，去摕到耶路撒冷。伊一直到第5章的尾啊，伊才会当入去耶路撒冷，伫耶路撒冷做王。所以John Calvin 就是讲，大必写这首诗，有可能是这个时阵。你甲想大必迄个时阵，伊阁看到转去伊的过去，对一个故乡的囡仔，经过遐尼济代志，上帝一路甲引带，互伊到今仔日会当伫做王，阁伫耶路撒冷做王，将以色列国拢总统一。这对伊来看，这是上帝足大的恩典呢。所以大必迄个时阵差不多无战争啊，伊做王，迄个感谢的心互伊写这首诗篇。啊，迄个时阵无过战争，所以伊写讲兄弟姊妹做伙徛起是偌尼啊欢喜。迄个前啊，伊拢咧走王掠呢，迄个前啊，伊拢咧战争呢。战争有可能会赢，有可能会输。感谢上帝，伊拢赢。啊，若无，伊哪有法度做王？所以伊伫遐写的第6章，你若看撒母耳下卷第6章，伊做王了，头一项代志将上帝约柜本来去对敌抢去，伊去甲扛转来耶路撒冷。啊，第7章伊甲上帝祈祷，我有将伊的祈祷摕一部分出来，互咱大家做伙看。伫撒母耳下卷第7章第18节到20节，大必的祈祷，有无？毋是呀。伊讲大必王就入去会幕，入去上帝迄面前，坐伫上主的面前讲：至高的上主，我是啥人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然带我到这个地位？毋那安尼，至高的上主啊，你阁眷顾你的奴仆的家的将来。至高的上主，这减是一般人会当拄到的代志。至高的上主啊，你的奴仆你上清楚，我还有甚物话通讲？你有看大必伫上帝面前的感恩感恩，伊真正经验到什么叫做风调雨顺、国泰平安，迄款感觉伊写诗篇133篇，讲兄弟姊妹会当安尼做伙徛起，拢袂冤家，这是偌尼好的代志，这有影呢。英语叫做 live in unity。unity 是合一的意思，合一的意思。我讲英语有2字有2字，一字叫做 unity， 我有做 PowerPoint 一字叫做 unity， 一字叫做 uniformity。uniformity 是统一的，咱对面迄个厝边直直讲要甲咱统一，就是这个统一啦。统一普通是用武力的，不管你甘愿也无甘愿，我安尼讲，你就乖乖对我行。咱大家拢住台湾过概念法，什么基本国策你讲的那个跟思想有问题，就你来管。咱拢经过，迄是 uniformity。我伫读初中的时阮伫宜兰袂使留头毛的，拢爱剃光头。我迄阵就感觉讲，我来读册，甲剃光头、甲留头毛是有啥物关系？
就甲你规定啊，就爱挂迄个什么名牌啊，就爱穿什么衫，查某囡仔吼，迄个头毛都爱剃甲耳仔平，迄号做 uniformity。unity 毋是啦 ，unity 是吼一群无相款的人，亲像这上底下的百姓要去敬拜上帝，因对无相款的所在来，无相款的背景，总是因来到遐，大家哪爬哪唱歌，因咧学到迄个 unity 的水，合一的水。迄是我呢好，搁我呢通欢喜的代志。大家出的自愿，对无相款的背景、无相款的，甚至无相款的文化，总是为着要敬拜上帝，因甘愿伫遐爬架、伫遐唱歌，迄是合一的。我伫准备这个时候，我读到一个加拿大的迄个牧师伫说明 unity 吼，伊伫讲，伫2021年的7月23吼，伫东京的奥林匹克吼，东京奥林匹克，加拿大的妇女的迄个个船啊，个船啊比赛，拢总敢若是8个人啦，8个人。因的年岁是24岁到35岁，迄个时阵24岁到35岁。因拢总有普通时就伫运动，普通时有伫过船，总是因带无伫同款的所在。集我来当然集训偌久安尼，因集训了，因做伙生偌几啊个月去日本比赛，因做伙过船。迄个过船，伊讲迄就是 unity 啦。因的目标就是啥？因的目标就是要摕金牌。因的目标要摕金牌。当然，24岁到35岁，可能拢有家庭啊，爱离开伊的家庭来迄集训的所在，伫遐用因的时间，伫遐互相适应，才会当摕到金牌。迄是 unity。咱昨昏才食肉粽济吼，我昨昏伫迄个教会广播读到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吼，台南的东门教会吼，牧师带一群教会人哦，因拢总12个人去过灵船啦，台南的过灵船，因伫遐咧说明讲哦，迄个调集人啦，迄个调集人出来讲哦，伊普通时有咧运动，伊嘛有咧过船啦。伊讲哦，毋过12个人要来做伙过船哦，迄毋是你家己一个过船，迄拢无共款。你一定要互相合作。我感谢上帝，要讲到的前几日看到这，我这个电脑真歹，我本来想要摕迄张图出来给恁看，我想麻烦啦，毋免啦。真趣味的代志，unity 就是这啦。大彼得讲的，伫上帝内面 unity 合一。但伊伫遮吼，伊伫遮有讲，有讲两个例啦，第2节甲第3节。我老实甲你讲，我对差不多初中的时，都知影即个诗篇啦。我迄阵啊，常常咧想讲，兄弟姊妹做伙大，甲阿伦的喙手油有啥物关系？真正你扣袂我脑，你是咧讲啥？兄弟姊妹做伙大，甲阿伦的喙手去抹着油，你是咧讲啥？这真趣味的代志哦。这我嘛是爱讲一寡以色列的历史背景，请恁较入来咧。这是为着讲到我今仔是穿真诶，就是为着要甲恁讲这个啦。较顶下再甲恁讲安怎吼？阿伦受抹油做祭司吼，我敢若顶礼拜有讲到迄款。阿伦受抹油做祭司，是伫出埃及记29章到30章的中间写的。伊用油吼，油伫以色列
传统的内底抹油是真，咱普通的抹油有啦，有迄个圣经讲，你若破病吼，你会当去请牧师，还是当时的兄弟姊妹来甲你抹油祈祷。抹油咱普通拢伫遮安尼运一个若定，总是这拄我讲的这毋是，这是对头壳顶倒的吼。这是上帝要求做的，上帝要求做的。所以吼，伊吼，迄个时阵的祭司吼，有穿一款衫号做以弗得。以弗得，我敢若讲恁听无啦。以弗得是一款因的甲你若去Google去甲找以弗得，你会当看到迄个图。迄真正原住民即个假啦，真正原住民即个顶头上帝有规定，都爱吊金、吊银、吊马咯，啥物有一大堆啦吼。啊，中间有一个伊迄领衫有爱2块马咯，吼，真宝贝啊！迄个马咯伫迄领衫的顶头，啊，顶头爱写雅各12个囝的名。雅各12个囝就是以色列12支派嘛，以色列全国的意思，的名拢写伫遐。所以当油倒伫祭司的头壳顶，油流落去的时候，油原来会去流着遐个名，所以迄是象征性的，迄个祝福的油吼，对上帝遐流落来，流来伫迄个祭司的身上，流过暗领，啊，搁落去，啊，会去流着遐个。迄2块写以色列12支派的名，迄2块，所以对以色列人来看，上帝的祝福通过迄个油伫遐个顶头。我这是我今仔日穿真啊，搁一项我坦白甲恁讲，我足欢喜的。我早起我下晡真正摕出来穿哦。伫台湾的时，我即个溜袂落，即摆溜会落，感谢上帝。真正吼，这是所以伊咧讲对阿伦的头壳顶倒抹油。你会记诗篇23篇有讲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有无？迄是普通的油那点，总是这个油吼，上帝迄 recipe 上帝写的，写啥？你知影这油的原料？我读互恁听。恁圣经大概真少去读到这个物件，这。趣味讲互恁听啦，讲爱有香料啦，啥物香料无写啦。毋过爱讲哦，没药哦，你耶稣出世的时，迄个博士有送没药，迄没药我嘛毋知影是啥，6公斤的没药，肉桂3公斤，桂皮肉桂桂皮是差伫倒，我嘛毋知啦，6公斤，啊，搁一个。olive oil 橄榄油4公升，4公升拄啊1加仑啊，4公升拄啊1加仑。所以你著来想讲，这桶油是足大桶的，内底物件遐尼济吼，我相信伊迄是去一定爱浸真久，互迄个味拢走入迄个油内底啊，无可能嫌遐桂皮拢甲倒到头壳顶，无可能啦。所以我想迄时候。迄些特别做的圣油、圣的油啊，圣经有特别讲袂使乌白做，这是上帝要按立祭司所用的油，袂使乌白做。啊，这个油吼，你甲想象1加仑的油吼，对阿伦的头壳顶甲倒落去吼，你会当看迄个。安尼流落来，规个安尼规身躯吼，迄吼，你看迄吼，大家应该拢总真合意都喺度看吼。那你敢袂点点仔看？这是上帝按立，上帝有按立的意思。啊，搁一项，这款的合一是对顶落来，对顶头来。对头壳顶倒落来，所以是祝福
也是这个合一的恩赐，是对天顶来的，唔是咱家己做的，唔是咱家己做的。啊，第三节伊讲吼，第三节伊讲，亲像黑文山，黑文山吼，我20几年前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我敢若有去啦，因为吼，圣经内底无写讲耶稣变貌的是什么山。不过，阮去的时候有带阮去一个山吼，讲是耶稣变貌的山，可能就是黑文山，因为黑文山是伫以色列的北边，是以色列上悬的山，9000公尺。9000公尺是不只悬啊，9000公尺啥？寒天有雪，热天当然有露水。伊而且伫比评是讲哦，亲像黑文山的露水。黑文山会西洋的时候，流落来较低的山，就是锡安山的山岭，啊，过来就是流入去约旦河，唯一的水源就是迄对遐来的。所以大笔吼，头一个是用礼拜上帝的抹油，搁一个第二个伊用大自然黑文山。细水甲露水，细水甲露水，咱拢无法度做，敢若上帝赏赐。啊，搁一项对黑文山，嘛是对悬的流落来的。我读菲律宾诗吼，写上帝grace，伊讲吼，上帝 grace 亲像水对顶啊流落来的。伫咱看袂到的所在，若有空的所在，有需要的所在，水就会落去。我感觉伊讲甲足好诶。上帝恩典、合一的恩赐是对顶下来，毋是咱人要合一要迄落，可能拢是 uniformity， 拢是用统一的手段，咱大家拢来统一，总是。伫上帝的教会、上帝的内底，合一是大家欢喜甘愿，对上帝来恩典。咱无相款，总是咱伫遮合一，这是真宝贝的价值啊！大笔对伊家己的生涯，伊体会出来，伊今仔日会当伫以色列。伫耶路撒冷做王，啊，全国拢总一致合一。当然奇奇怪怪的代志都有啦，不时都咧发生。不过大体上讲起来，无战争，有和平。伊感觉这款的合一，上帝来以外，对上帝以外无。这是真正确的合一的神学。当咱今仔日往哪读，迄个。约翰17章20节到43节，这是耶稣的祈祷。我要讲这以前哦，我大声讲这个耶稣这个祈祷的背景。这是耶稣对约翰第13章的尾啊，耶稣甲学生洗脚了哦，耶稣开始教学生讲着三听的，恁着三当洗脚，着三听。啊，过去伊在讲啊，第15章伊在讲我是真的葡萄树，一直到第17章，第17章是耶稣要离开世间以前为着学生的祈祷。你甲想象，耶稣知影伊得要拄着的代志，迄暗食晚餐了啊，伊得要互人掠去，伊知影。一个人知影，伊得要拄着大代志，知影伊明仔载这个时阵就死去啊，就伫梦内底啊啦。假使是你是我，你上尾啊，你要讲什么话？你捌想？耶稣伫上尾啊，吼，替学生祈祷，迄个祈祷。17章几章？
17节到23节，17章拢总20几节啊，定。上尾啊，耶稣要离开世间的上尾啊，伊为着学生的合一的祈祷，学生的合一这项代志，咱会当讲是耶稣上界尾啊的愿望呢。因为第18章就去克西马尼园，伊就互掠去啊。所以这是耶稣上尾啊的心愿呢。啊，咱来做伙看我这几节，咱真简单做伙看。20节，我毋若为着你对世间经出来，互我遐个人祈祷。伊在讲伊遐学生，迄12个学生是你上帝敬护的遮样。嘛为着对因所讲的话来信我遐个人祈求，迄些人，迄你甲我啦，咱就是听因的话来信耶稣的人，敢毋是？迄句毋是干那咱尔，是历史上所有的基督徒拢伫即内底，敢毋是呢？即个祈祷文哦，你真正斟酌甲看。真正是足水的祈祷，我毋是干那为着这个12个咧祈祷，我是为着后摆要听因来信我的人祈祷。所有历史上的教会，你甲我拢伫这个祈祷内底。啊，过条去吼，21节，通互因拢总成做一个。我毋知影因圣经咧分节的时候。这句应该伫20节的后壁啦。这句呢，伫20节吼，讲我为着因祈祷，啊，互因当中会当成做一个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耶稣为着合一的祈祷啦，对合一的祈祷，为着学生合一的祈祷。爸啊，亲像你伫我内面，我嘛伫你内面，求你互因伫咱的内面，通互世间人信。世间人信是你找我来，这一只吼，你知影台湾话水的所在吼？我捌讲过，你毋知会记袂？咱台湾话有迄个咱甲阮，咱的时吼是咱大家拢总做伙，阮的时吼你无，别人我尔。耶稣伫遮吼，你甲看真趣味啊！伊讲你伫我内面，我伫你内面。求你互因伫咱内面，伊甲上帝。以前阮伫台北吼，阮爸爸咧牧会有一个执事，是客家人啊。伊迄个阮甲咱哦分袂清楚。啊，逐摆伊若举现金袋啊，是阮逐个都拢咧等。伊开始一句就讲。天父上帝，咱大家拢是罪人。伊要讲，阮大家拢罪人。伊要讲，天父上帝，咱大家拢罪人。阮大家拢等伊，但伊也见今底，阮就咧等要笑。迄个咱是包括上帝甲咱大家呢，毋是干那阮尔。耶稣的祈祷。包括上帝，伊家己甲咱大家呢，伊爱咱即款的合一呢，即款的合一，咱家己有法度无啦，咱无法度啦。这一定是上帝来啦，这一定是对上帝来啦。啊，第22节，伊讲哦。你互我的阳光，我嘛有互因，通互因成做一个，亲像咱是一个。这款的合一吼，你我咱无法度做，这拢是上帝恩典，这拢是上帝恩典。因为大笔写133篇的时。伊无可能知影耶稣会讲这话，总是伊讲的，
像我拄仔甲恁说明，迄个合一是上帝恩典的，对上帝来，耶稣嘛是安尼讲啊。耶稣讲：求你互因甲咱做伙，求你互因合一，毋是干那因合一尔，迄个合一包括上帝伫内底，这是真深阁真奥妙的合一的神学，合一的神学。啊，代表是耶稣讲这话的2000年前都安尼讲安尼，你甲想看这偌奇妙？但代表吼，伊的合一的神学真正确，真正确，拢无毋对。当偌久，迄个合一当偌久？我拄仔讲，John Calvin 讲伊写的这个时间大概是伫撒母耳下传第5章甲第7章吼。你若去读撒母耳下传吼，到第11章吼，变了。第11章开始吼，就是大笔犯罪啦。咱拢捌听着，爬去厝顶去看到一个查某人咧身躯，按着袂煞，就开始啊，害用计杀死人的丈夫，抢人的某，这项代志，代表做这个代志，啊，咱知影迄个故事，先知拿单去甲伊指责，甲伊讲你做这个代志，上帝无欢喜，代表有悔改。伊写一篇真出名的诗篇，就是诗篇51篇，代表的真多。迄个了后，先知拿单甲伊讲：你有认罪，上帝无要摕你的性命。总是吼，伫撒母耳下传第12章第10节，先知拿单甲伊讲：对即马起，刀剑袂离开你的家族，你的合一到遮煞，什么合一无去？罪啦。果然，咱知影迄个故事，迄个代志了后，代笔的囝小台，甚至伊的囝反叛伊，代笔都爱逃命。代笔做王以前走互扫罗掠，做王以后走互伊家己的囝掠。你看世间的偌悲剧了，偌悲剧了。伊知影合一是上帝来的，总是伊的罪，迄个合一无。伊家己讲的，第133篇的上尾啊，伊讲：伫遮上帝要赐福，要赐永远活命。伊家己讲的，伫遮伫大家真好好徛起这个 unity 的所在，上帝要赐福，伊家己讲的，伊家己做的。人啊，我拄仔讲耶稣的基督，真水的基督。咱今仔日读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10节到13节，保罗写迄张批，都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已经伫遐接战啦。迄离耶稣的合一的基督偌久的代志，无偌久的代志呢？教会迄阵就开始得起啦。保罗讲，一定有人讲我属保罗，我属阿波罗，我属彼得，啊无讲我属基督。保罗伫各路迄阵讲，恁连基督嘛甲掠起来跳破，这真正是真可怕的代志，敢毋是？咱的教会咧，我拢毋是伫讲啥人。我甲你讲，我即马讲的教会是所有的教会。咱做基督徒吼，咱用足侪时间吼，
在处理教会内底大家叽叽咕咕的代志呢？咱唔免讲，这个牧师在抗我的捏把屁。事实是安尼，事实是安尼。我为着这篇讲道哦，我去Google哦，去问Google一个问题。我问讲，到底基督教有偌济教派？偌济恁知无？你约看卖好无 ？Google 讲哦，有45000。伊是讲，咱所知的教派，长老会、浸信会这差不多是100个以内啦。咱普通这，迄个奇奇怪怪吼，有几个就要一个教派，有45000呢。所以我吼，这就是我吼，这就是我后礼拜才要搁讲，因为我若讲落，咱会大家拢免等去啊！我嘛准备也袂好啦。我后礼拜要讲啥？这是事实，咱要安怎？咱都爱安怎？咱后礼拜再搁讲。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通过代笔这个诗，想合一的代志。阮感谢你，阮这个教会，这个时阵，阮知影兄弟姊妹拢真好好。伫阮的教会，阮真欢喜，有合一的快乐。总是阮知影魔鬼看到这，伊的怨毒，伊要破坏。主，阮恳求你，互阮警醒，互阮无掠家己做要紧，互阮会为着你的教会，为着你的福音，欢喜牺牲家己，为着基督徒的合一，为着福音的扩展，来献身献时间。我安尼祈祷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